过去敢若伫庙会才听会到的北管，即阵嘛开始互人放入去流行歌内底啊。创作歌手詹立兴当时嘛是北管乐团的主题，伊是甲北管的元素加入西洋乐器，互传统的音乐会当有新的出头。这位是创作歌手詹立兴，伊嘛是中华北管乐团李春元的主题。因为真介意北管音乐的热烈声，甲唱曲的幼口，7年前特别搬来中华学北管，也甲北管音乐套揽伫创作内底，佮邀请客家歌手同齐合作，互传统音乐变出新梦。北管毋是干那有爽的啊，还是伫庙会遐才出现的音乐，所以我就写伫咧流行歌内底，啊，加阮的西洋的迄乐器，譬如讲贝斯啊、吉他、鼓啊，就得斗阵lan做伙，啊，互大家听起来是无同款的感觉。我自己很喜欢台语也是讲客话，这两个母语的使用，然后去学习。其实讲一个文化，你想要去了解，你就是要从语言开始。因为语言就是涵盖了、包含了各式各样的文化。詹立兴进前推出个人头一张台语专辑，甲学北管、甲生活点点滴滴拢写伫歌内底。特别伫李春元的客管头前翕音乐录影带，佮有北管的伴声戏，甲传统甲流行音乐做夹流。还是北管的文化有啥同换，互我来唱着。较早就是古早 rock band 事件音乐，詹立兴啊伊所做的就是甲传统的北管甲戏剧做结合。即马大部分的囡仔对即种咱台湾传统文化会做兴奋的，因为兴奋会产生趣味。陈顺聪表示，即阵有袂少新一代的歌手甲乐团开始甲南北管、乐琴这传统乐器加入去流行歌的创作，除了互传统音乐生出新的步数，嘛互台语歌愈来愈多元切草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